跟住我哋有講道時間，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到何永祥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何牧師要講嘅講題咧叫做不枉此行。我哋將時間恭敬交俾何牧師。要企上嚟啊！好似好高咁。大家好，想知道個規矩啫。好開心，今天早上可以能夠嚟到教會當中，同弟兄姊妹有崇拜嘅時間。咁亦都多謝顏傳道嘅邀請啦，讓我能夠喺鹹華人宣道會裏邊去證道。我係第一次嚟呢度證道嘅。我唔知，我相信有啲弟兄姊妹我係認識嘅，但係有啲弟兄姊妹我唔認識嘅。咁都係啦，讓我多介紹我自己俾大家認識，好唔好啊？OK， 咁首先我代表 Cammy 向弟兄姊妹問安。咁其實Cammy 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已經認識㗎啦。咁Cammy 嘅工作主要係服侍穆斯林嘅群體，希望能夠推動中華人教會去認識、了解跨文化宣教，並且裝備弟兄姊妹喺呢方面能夠有更多嘅服侍，幫助呢班穆斯林嘅群體能夠最終得到上帝嘅恩典。而我自己咧就喺美城華人宣道會裏邊去做一個part time 嘅傳道。咁我主要服侍嘅就係粵語嘅群體啦。咁我負責嘅崗位就係香港嘅新移民事工，同埋應該話關顧事工啊。咁同埋做外展福音嘅工作。咁進入我哋今日嘅信息之先嘅時候，想問大家啲比較輕鬆啲嘅問題，好唔好啊？你最夢想去到乜嘢嘅地方裏邊去過你嘅假期咧？度你嘅假咧？嗱，唔好話俾我聽翻香港啊！我知我都想翻香港，不過除咗香港，仲有好多地方噶嘛。有冇諗過你哋最想去邊度過你嘅假期啊？俾啲選擇好唔好啊？俾少少選擇大家啦。好嘛，呢度上山去望雲海，有冇弟兄姊妹有咁嘅膽量啊？可能呢個激少少係嘛？我又怕凍咁年紀又開始大少少啫，唔好大。咁呢個可能會好啲嘅。去到土耳其裏邊係嘛？去睇熱氣球。有怕高喎？有冇人怕高㗎？都係唔好。我諗呢個實中意㗎啦。因為可能我哋都自己一班年紀都咁上下啦，係嘛？咁喺多倫多其實要去 cruise 都唔係好難啫，係嘛？雖然而家好似同美國唔係咁友好但唔好搭美國嗰啲船咯，係咪啊？咁其實我諗其實我哋都好希望能夠享受一個好好嘅假期，係一個好好嘅旅程。咁你知道啦，喺多倫多裏邊嘅時候，甚至乎而家連嗰啲電台咧都有搞嗰啲旅行團㗎嘛。咁如果你想去嘅地方，其實無他嘅，都係要開心啦，係咪啊？要開心，要好玩，好食好住，好唔好啊？我相信大家都係好正常，即係期望一個旅程裏邊咧，能夠有不枉此行嘅感覺。講到呢度，大家有冇少少衝動？即係俾我撩起條筋，唔去唔得啦。若果去短宣係咁好啦，係嘛？若果
俾我講兩句，撩起條筋唔去短宣唔得嘅，咁啊哇，真係感謝上帝啦！咁啊教會可以即係，我知道你哋教會仍然服侍一啲短宣嘅群體啊。其實一個俾我一個好好嘅鼓勵同埋提醒，唔係去完就算，係仍然繼續可以有 follow up 去栽培佢哋。咁啊，我覺得一樣嘢，有啲牧者可能唔係咁贊成去遊輪啦，咁但係或者甚至乎出去玩啦。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信徒其實都需要放假，都需要休息，因為放假嘅原因就係幫助我哋預備好自己，往後嘅日子裏邊能夠更好去侍奉神。翻嚟喺我哋基督教信仰裏邊，你有冇諗過神會為你預備一個怎樣奇妙嘅旅程呢？今日我哋講到嘅題目呢，就係叫做不枉此行。經文係選自路加福音24章13到35節，係真係好長嘅。不過我點 cut 咧？我真係唔知，我 cut 唔到咯。咁啊，容許我自己有個大膽啲嘅要求，好唔好啊？我大膽嘅要求就希望喺當中嘅時候咧，我講埋先。嗱，我希望透過呢個故事咧，讓我哋能夠明白呢個兩個門徒喺嗰個生命上邊點樣去被神嘅話語去改變。盼望亦都能夠透過呢個信息，幫助我哋能夠更加去認識自己，對主耶穌嘅所言同埋所行有更多嘅思考。如何喺往後嘅日子裏邊，我哋能夠更有信心去跟隨主，激發你哋嘅膽量去承擔主嘅使命。嗱，頭先我講過，今日經文好長，每一次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去讀呢段經文嘅。咁啊，請大家唔好介意，雖然長少少，因為頭先你哋係聽過主席讀啫嘛，你哋冇讀過啊。咁不如我哋啊，應該我哋咧，好唔好啊？唔好淨係你哋，我哋一齊嚟嘅再讀。咦？今日嘅經文好唔好啊？嗱，我預備1、2、3。正當那日，門徒中有2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孟斯，離耶路撒冷約有25里。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是他們眼睛迷糊了，認唔出他。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他們面上帶着愁容。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嘅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這裏所出的事嗎？耶穌說：什麼事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既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3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啊，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了他的榮照，豈不是應當的嗎？
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住下。到了坐席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見11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主果然復活，已經顯給西門看了。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怎樣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好，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賜俾天父親愛嘅恩主，我哋再一次喺你面前獻上感恩。感謝你今天讓我哋能夠返到教會當中去獻上我哋嘅敬拜。神啊，求你預備我哋嘅心靈，以致我哋能夠從你嘅話語當中去明白你要對我哋講嘅說話。或許我哋生命當中有遲鈍嘅，主啊，都求你親自嘅保守同埋帶領。願意我哋喺你嘅話語當中，我哋能夠被激勵。我哋喺你嘅話語當中，我哋得着鼓勵同埋安慰。求主親自嘅保守，願意講嘅同聽嘅都一同得到造就。感謝你聽我哋嘅禱告，誠心禱告，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門。正當那日之前，到底發生什麼事呢？讓我簡單去講出之前嘅經文，讓大家對嗰個故事嘅背景都能夠有多啲嘅認識。我相信大家唔係唔知，只不過勾起你哋對經文有更多嘅思考啊！喺23節之前嘅時候，其實係講緊耶穌受死嘅經過。咁去到23章嘅第1節嗰度話，耶穌在彼拉多前受審。而喺23章嘅13節之後嘅時候，耶穌被判死刑。而去到第26節嘅時候，耶穌被釘十字架。往後睇嘅喺46節嘅裏邊，耶穌氣斷在十字架上。而第50節講出就他被埋葬，3日後婦女們在墳墓裏揾唔到耶穌。呢個係我哋今日所分享經文之前嘅一啲背景。而嚟到24章嘅時候，第6節，婦女告訴耶穌已經復活。喺第11節、12節，眾人就不相信，彼得心裏邊感覺稀奇。當其時，其中有2個門徒作出一個決定，就係抽身而離開耶路撒冷，要往以馬忤斯嘅地方去。當然啦，呢個旅程並唔係乜嘢遊山玩水，亦都唔係乜嘢嗰啲夢幻之旅，唔係充滿咗乜嘢興奮開心嘅經歷。相反地，正正係2個門徒夢想嘅幻滅。佢哋本以為耶穌嘅出現會帶嚟以色列國嘅復興。正當耶穌死咗之後，佢卻係見到跟隨佢嘅一班人四散東西，各有各自己嘅打算。俗啲講，匿得就匿，走得就走。而家喺嗰個時候，嗰2個門徒就面帶着愁容，為着只着眼去討論耶穌如何被釘死十字架嘅經過，卻沒有想起主耶穌嘅吩咐同埋教訓。當其時，2個門徒不自覺走到人生嘅低谷嘅裏邊。當其時，2個門徒陷喺一個三迷嘅境況嘅當中。相信有人會問：
乜嘢係三迷呢？第一個迷惘。經文裏邊讓我哋理解到當時門徒睇唔清前邊嘅道路，唔知道應該點樣繼續行下去，而門徒心裏邊充滿着許多嘅恐懼同埋懷疑。睇返喺今日教會嘅裏邊，你知唔知道有幾多從香港而嚟嘅新移民？佢哋同樣就係等候申請 PR 嘅當中。我估喺你哋當中都會有一啲弟兄姊妹，同樣地，佢哋都唔清楚往後嘅路點樣去走，唔知道點樣去作出一個去或留嘅決定。今日承擔着各方面嘅壓力，各種嘅擔心，人生就好似呢兩個門徒一樣，跌落迷惘嘅裏邊，因為確實唔知往後嘅日子該如何去面對。第二個迷糊係指喺屬靈嘅事情上邊，兩個門徒嘅迷糊就係佢同埋主之間嘅關係。佢哋親身見過主耶穌，甚至乎同耶穌傾過偈，但係經文卻話俾我哋聽，佢哋卻唔認得他。喺教會嘅裏邊，唔知你有冇發覺有一類嘅弟兄姊妹，我唔可以話佢唔信主，確實佢真係已經受咗浸，佢哋都信主嘅。但係好多時候，你會見到佢返嚟崇拜，你會見到佢返嚟教會裏邊參加啲活動，但係當教會有一啲需要佢參與嘅事工嘅時候咧，卻係好少見佢哋參加，甚至乎見佢哋出現。我心裏邊有個疑問，到底佢同主嘅關係係點嘅咧？到底係佢願意跟隨主啊，定還是佢要主去跟隨佢咧？第三個迷就係人生裏邊迷失咗方向。門徒如何走侍奉嘅路呢？如何面對往後侍奉嘅方向？當其時兩個門徒嘅決定就係抽身而離開，因為佢哋都唔識得，唔知道往後日子應該點樣去面對。我唔覺得佢哋係暫時嘅離開，我更加相信佢當時刻想做嘅決定就係一走了之。佢哋選擇咗去逃避，佢哋用逃避嚟避開前邊要作出嘅選擇。今日喺你或者同呢兩個門徒嘅經歷上邊，會唔會有類似嘅呢？你有冇諗過今日你同主耶穌嘅關係到底又係點嘅呢？正當兩個門徒喺三迷當中打轉嘅時候，主耶穌親自去嚟到佢哋嘅面前，陪伴佢走呢段人生低谷嘅路。因主明白門徒當中嘅處境，睇出佢哋心靈當中嘅軟弱，主耶穌耐心去與門徒同行，為要讓佢哋想起聖經裏邊嘅說話，幫助佢哋能夠走出三迷嘅境況裏邊。主耶穌親自嘅與佢同行，正好話俾我哋知道，主耶穌對門徒嗰份不離不棄嘅愛。就如喺《申命記》31章8節裏邊提醒我哋，耶和華必在你面前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神樂意每一個信主嘅人都能夠經歷到佢嘅恩典同埋憐憫，好像呢兩個門徒嘅一樣。主耶穌主動去到每一個屬神兒女嘅面前，同佢哋講說話，
陪伴住佢，幫助佢去走過呢啲艱難同埋迷糊嘅日子。曾幾何時，你有冇聽過主耶穌嘅聲音呢？主耶穌要安慰你，主耶穌要鼓勵你，主耶穌會跟你說話，你聽唔聽得到？你認唔認得出佢把聲呢？接住落嚟，我哋再睇有乜嘢事情發生。喺17節同埋19節嘅經文裏邊，耶穌兩次向門徒問什麼事呢？而喺什麼事背後，正正就係上帝奇妙嘅作為。大家試想想，門徒當時所傾談嘅就係路加福音之前22章、23章裏邊所講耶穌被捕，彼得3次不認主，耶穌如何受審，甚至乎耶穌點樣被釘十字架嘅時候，最後尾耶穌被安葬喺墳墓嘅裏邊。而一切嘅事情喺短短幾日之間喺耶路撒冷裏邊去發生。我好相信主耶穌要呢班門徒去思想，並唔係自己眼前所看見嘅經過，甚至乎表面，而係要班門徒從表面發生嘅事情去思想上帝奇妙嘅作為。呢一切喺耶穌同埋喺耶路撒冷嘅事情，正正係上帝拯救嘅計劃。藉着耶穌基督忠心擺上佢嘅生命，讓每一個相信主耶穌嘅人能夠得着神嘅拯救，為要屬神嘅子民聚埋一齊，同心去敬拜，去經歷聖靈嘅臨在，去經歷神嘅恩典同埋安慰。心裏邊疑惑，因着門徒不懂得耶穌係邊個。確實門徒心裏邊係充滿疑惑嘅。當時佢哋完完全全唔能夠明白同埋理解一切發生喺耶穌身上邊嘅原因，因為門徒睇耶穌只不過係一個先知，並非天父上帝嘅兒子。到底你認識耶穌係邊個嗎？要認識聖經裏邊耶穌嘅基督，到底有幾難呢？當其時對門徒嚟講，大大話話佢哋都跟咗耶穌一段日子啦，睇過又聽過，甚至乎同佢有好多嘅接觸，但係佢哋嘅接觸，佢哋嘅認知同本身耶穌嘅係邊個嘅時候，有一段好大嘅距離。我相信最大嘅原因係個心嘅問題，因為佢哋唔能夠完完全全敞開佢嘅心靈去相信耶穌，所以主耶穌親自去講解聖經，教導佢哋明白。而喺22節到23節裏邊，其實當其時嘅婦人已經同啲門徒講，發現咗空嘅墳墓，佢哋已經講主耶穌已經復活咗。除咗喺福音書以外，今日我哋仍然可以從其他嘅經書裏邊知道耶穌基督復活嘅記載，好似喺哥林多前書15章嘅3節到8節裏邊，我讀俾大家聽。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並且埋藏，而照聖經所說，第3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基法看，然後顯給12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又有已經睡了。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後又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許多嘅門徒多次已經見過耶穌復活，
主耶穌就係復活嘅主，主耶穌已經復活。翻嚟今日嘅經文嘅裏邊，我哋再睇翻路加福音當中，我嘗試用一個被對比嘅架構，幫助大家去思想更多、認識更多。當其時兩個門徒所經歷嘅，以至明白佢哋所睇見到底係邊個。如果我哋將經文去對比第13、14節裏邊對比32節同埋33節，耶穌憂愁離開耶路撒冷，對比門徒火熱走回耶路撒冷。門徒眼睛迷糊認唔到主，對比着門徒眼睛明亮看見主。門徒疑惑耶穌死嘅原因，對比門徒明白耶穌死嘅原因。而最重要就係門徒與婦女驚訝耶穌嘅復活。復活嘅主帶嚟門徒感受到不枉此行嘅經歷。耶穌對佢哋話：無知嘅人啊，先知所說嘅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到他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指着自己的話，都給他講解明白。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前行，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平西了，請你同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強留他。到了坐席嘅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明亮，這才認出他來。忽然間，耶穌不見，本來無知嘅門徒喺復活主嘅教導下，幫助佢哋真係從肉體嘅眼睛去到心靈嘅眼睛嘅裏邊，能夠真真正正看見復活嘅主，同時經歷佢奇妙嘅改變。當其時門徒嘅無知，又係咪今天你同我嘅寫照呢？復活嘅主帶俾你生命有乜嘢改變呢？感謝神嘅帶領，係舊年4月嘅時候，讓我能夠返到香港裏邊去參加我哋機構所舉辦嘅一個差遣禮，去見證一個工人被差派嘅一個重要嘅時刻。呢個工人嘅名字叫 Tiger。早年嘅時候已經喺一個應該 stay 嘅地方裏邊完成咗佢嘅基本嘅受訓嘅課程。咁但係因為疫情關係耽誤咗幾年，但係感恩嘅事情就係最終佢都能夠被差派出去。咁我亦都有咁嘅機會喺當中能夠去參與。呢個工人被差派去到東南亞一個最大穆斯林嘅國家。我同佢一齊有食飯嘅時間，有一齊同佢去傾偈。佢講嗰句説話俾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佢話我唔係一個優秀嘅人。當我聽見佢呢句説話嘅時候，再跟往後佢對我嘅分享嘅當中，好明顯睇見一件事，佢願意按照神俾佢嘅感動，願意擺上佢哋自己嘅時間，願意被差派去到宣教嘅工場嘅當中。最先嘅時候，佢媽媽其實都唔係好想佢去，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獨仔。
咁但係亦都唔可能勉強佢媽媽去接受呢件事情。唯一可以做嘅事情就係禁食祈禱，唔係話嗰刻禁食祈禱就即刻上帝應允佢嘅禱告。經過有一段時間，神慢慢改變佢媽媽嘅心，以致佢真係能夠去接受訓練、去裝備、去為着去能夠往後日子裏邊去出到工場當中，為着佢有一個感恩嘅心，為着佢能夠對神嗰份嘅堅持，我獻上感謝。從出工場嗰刻到而家都有就嚟有1年嘅時間。我哋每個星期都為呢班嘅同工去禱告，見到佢慢慢去適應呢個新嘅環境，慢慢喺生活當中喺言語嘅裏邊去改變佢自己，去為嘅係往後嘅日子裏邊能夠同當地嘅人有更多嘅接觸，盼望透過佢生命嘅改變，透過佢嘅服侍，可以讓到當地嘅人能夠有機會聽得到福音。一個願意被神改變嘅弟兄，對你嘅生命有啲乜嘢嘅提醒？有2句聖經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喺彼得前書1章3節裏邊話俾我哋聽：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父神，他曾照自己嘅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嘅盼望。我相信每一個被差派出嘅工人，必然與主有結連，必然生命喺重生嘅裏經歷過重生，以致佢能夠願意去按着神俾佢嘅感動，去行出去工場嘅裏邊。另外，仲有一句聖經就加拉太書2章20節裏邊話俾我哋聽：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邊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嘅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靈命嘅更新，依靠復活嘅主，走侍奉嘅路。經文裏邊話俾我哋聽，當其時佢哋信徒心裏邊嘅火熱，因為佢哋遇見復活嘅主。當佢哋遇見復活主嘅時候，佢哋就有能力向身邊嘅人去分享主耶穌嘅經歷，幫助佢哋自己走往後嘅日子，讓佢能夠靠着主耶穌基督可以得着更生，知道主喺佢哋生命當中往後有乜嘢嘅拖帶。我想問下大家，如果一班姊妹嚟敬拜嘅時候，你會諗到啲乜嘢呢？當我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你腦海裏邊會想起一幅乜嘢嘅圖畫？斷估你都唔會想到我以下呢幅圖畫㗎。呢幅圖畫係乜嘢咧？你哋點睇都睇唔到個樣。但係你可以睇到佢哋嘅膚色。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呢個視頻？睇唔睇過唔緊要，但係我想大家去思想一下，呢個其實當中一個姊妹係我哋支持嘅一個工人。佢用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短嘅視頻嚟嘅，我只不過抽咗佢一張相出嚟。當其時，佢用緊一樣我唔識聽嘅語言，
帶領住喺佢面前嘅一班姊妹去敬拜上帝。我相信當我頭先問呢條問題嘅時候，我哋只會想起教會裏邊一個好靚嘅禮堂，一班姊妹一齊好整齊，甚至乎你會想起嘅係一班詩班企出嚟去帶領敬拜。但係喺呢幅圖畫裏邊嘅時候，我唔單止見到呢個姊妹去帶領一班牧民嘅群體去敬拜上帝，佢更加係用我聽唔明白嘅阿拉伯話同佢哋一齊去唱詩歌。我睇見嘅係一個服侍主嘅工人，靠着復活嘅主點樣走出宣教嘅工場，點樣堅持主俾佢嘅呼召喺宣教嘅道路上邊去繼續奔跑。為着復活嘅主嘅緣故，佢願意同佢先生同埋佢兩個女兒喺北非嘅當中去服侍當時嘅難民。為着復活主嘅緣故，佢願意學習當地嘅言語同埋投入當地嘅生活。為着復活主嘅緣故，佢主動去接觸穆斯林嘅群體，幫助佢哋信主，栽培當地嘅同工，建立教會，為要就係奉獻自己，信服主嘅吩咐。翻到嚟我哋自己身上邊，雖然我哋唔係每一個都係被差派出到工場嘅工人，但係我好想大家去思想，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上帝將我哋放喺呢間教會裏邊嘅時候，到底想我哋做啲乜嘢？我哋為着復活主，我哋為着復活主嘅緣故，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喺哥林多後書5章14到15節，不如大家一齊讀好嘛？預備起。今日你同我點樣為主而活呢？唔好介意啊，我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傳道人，但係呢啲問題係幫助你去思想，你未必要每一個問題都需要回答，但我相信當我哋願意真係去回應神喺我哋心裏邊嘅感動，去思想要你思想嘅問題嘅時候，我哋生命先至會能夠得到成長。我哋點樣去為主而活呢？撳錯掣。好啦，嚟到差唔多尾聲啦。抽身而離開，顯出門徒經歷生命嘅軟弱，親近與同行，彰顯主耶穌基督不離不棄嘅愛。什麼事情發生，是要看見上帝奇妙嘅作為。心裏邊疑惑，因着門徒不懂耶穌嘅事，再遇復活嘅主，讓門徒生命被主嘅轉化，靈命得更新，依靠復活主走服侍嘅路。今日你嘅屬靈生命點樣？我想同大家分享自己一個經歷，一個故事。我除咗喺機構裏邊
參與服侍之外，亦都係教會當中一個牧者。我都會接觸好多弟兄姊妹，去關心佢哋嘅需要。過去一段日子裏邊，都有經常去到做探訪，去同弟兄姊妹去慰問佢哋。認識嗰個好耐嘅弟兄，十年8年啦都有。從我未做傳道人嘅時候，我已經識佢。咁長話短説，佢病咗好耐。咁我記得上次去睇佢嘅時候，去到急症室嘅當中。咁其實都知道接近㗎啦時間。咁去到急症室嘅裏邊，當然啦，人山人海。你想揾張凳坐都唔容易啊！咁我亦都冇打算去揾張凳坐。當我去到裏邊嘅時候，我發覺佢張病床係泊埋喺路嘅側邊嘅啫。咁我見到佢嘅時候，佢家人都喺附近。咁我企咗佢張床邊一陣，其實嗰時佢瞌埋緊眼。咁我企咗一陣，佢開始擘大隻眼。咁我開始同佢傾偈，開始同佢問，我問咗一個問題，我問佢：你心裏邊有冇平安？佢話：我知道，雖然我身體好軟弱，但我心裏邊卻係真係有平安。但係之後佢講咗句説話，我都嗰刻應該話我冇諗過佢會講呢句説話。佢同我講：我信咗主咁耐，我都冇好好侍奉過神。當你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你會點樣去回應？我跟住話：我為你感謝神。我聽到你嘅呢句説話，知道你心裏邊係好想去侍奉神。雖然你今日身體有軟弱，雖然你今日仲病緊，但係等你好啲嘅時候啦，但你身體好返少少嘅時候，我相信你可以為神作好好嘅見證，甚至乎去同人分享你自己生命嘅經歷。跟住我為佢一齊祈禱，亦都同佢屋企人一齊祈禱。咁我就離開咗醫院，唔夠1個禮拜，呢個弟兄返天家。我喺度諗，雖然呢個弟兄話冇好好嘅侍奉神，但係喺佢離世之前，卻係俾我一個好好嘅提醒。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亦都希望你喺當中被提醒。其實你同我真係唔知道仲有幾多時間，有幾多日子可以去侍奉神。我哋有冇好好去珍惜呢個機會呢？當我哋失去咗健康嘅時候，我哋要侍奉就唔係咁容易嘅事情。約翰福音9章第4節裏邊話俾我哋聽：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今日你係咪仍然仲喺三迷嘅境況嘅裏邊呢？你係咪仲懷疑緊上帝對你嘅帶領？又或者你仍然喺個原地踏步？你打算
兜兜轉轉到幾時呢？你嘅信心到底係咪放喺復活主嘅身上邊呢？弟兄姊妹，翻嚟啦，翻嚟主耶穌嘅身邊，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夠活得更有意思，能夠活得更合乎神嘅心意。我喺自己教會裏邊，俾人問我點解你揀親都係國語歌嘅？廣東堂點解你揀埋咁多都係國語歌嘅？咁冇嘅，個人有個人嘅選擇嘅啫。咁所以一埋到你哋教會，先嚟兩首國語歌嚇，真係咪廣東堂唔可以唱國語歌？當然唔係。我諗點解我會揀呢首歌咧？或者我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呢首歌俾我哋俾我好多嘅提醒，就話主耶穌走過嘅十字架道，我也願意跟隨；流出寶血犧牲嘅道路，我要跟隨到底。我相信你哋唔會陌生。揀呢首歌嘅原因，或者我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嘅原因，正正因為歌詞裏邊，我願跟隨。呢首詩歌3次提過，願意去跟隨主。到底我哋願唔願意跟隨主呢？我哋敢唔敢父啊？我哋敢唔敢講出呢一句說話？父啊，求你差遣我要奔走十架路，不惜犧牲我寶貴嘅生命，求你差遣我。嚟到最後思考嘅問題，你想要幾個問題啊？1個、2個、3個。你願意跟從主嘅吩咐嗎？你願意為主耶穌作見證嗎？你願意承擔主嘅使命？你唔需要同我講，你同主耶穌講。若然你甘心樂意嘅話，我相信聖靈願意幫助你同埋我，去完成復活主所託付我哋嘅使命。靠着主耶穌嘅吩咐，從不枉此行，走到不枉此生。今日你我嚟到上帝嘅面前，有冇聖靈而嚟嘅膽量，能夠求主使用我哋嘅生命，好好去侍奉佢呢？無論喺任何嘅地方，為着福音嘅緣故，為着宣教嘅使命，你願意作出不枉此生嘅承諾？你願意嗎？我哋一齊低頭禱告。賜俾你天父親愛嘅恩主，我哋再一次喺你面前獻上感恩。神啊，求你嘅靈喺我哋心裏邊動工。我哋唔係要聽人嘅說話，我哋乃係願意聆聽聖靈係你喺我哋心裏邊俾我哋嘅教導同埋提醒。主啊，我哋知道我哋生命當中有好多嘅軟弱，甚至乎我哋過去日子跟隨咗你一段唔少嘅時間，但係我哋卻係落喺
自我中心嘅當中，甚至乎有時我哋會忘記主你嘅恩典，我哋心裏邊有好多個埋怨，我哋睇唔見神你喺我哋生命當中作咗好多奇妙嘅事情。神啊，我求你親自嘅讓我哋想起你喺我哋生命當中所做嘅一切，以致我哋明白你喺我哋生命當中，你有你嘅計劃，你有你嘅事要我哋做嘅事情，你有你要俾我哋嘅使命。主啊，求你親自嘅與我哋同在，讓我哋能夠定睛仰望主耶穌基督你自己，讓我哋能夠有咁嘅信心去好好地跟隨你，以致我哋生命能夠被改變，我哋能夠成為你合用嘅器皿，我哋能夠帶俾別人生命嘅祝福。求主你親自嘅與我哋同在，保守帶領我哋。我哋再一次喺你面前獻上感謝，獻上讚美。感謝你聽我哋禱告，誠心禱告，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聖名祈求，阿們。